在这个歌谣时间里啊，我们给观众朋友介绍一点地方文化比较浓厚的歌曲。哦，那你是讲的是歌仔戏喽？啊，这也不是开玩笑的。您可以啊。那当然了。啊，迄个司机啦，那看啊，无人知呀。那是芳芳的这个拿手绝活。是。杨丽花小姐打麻将的时候，您刚才说的这个接的气儿好像蛮足的，您蛮有胸有成竹。开玩笑，山东的听过没有？山东说慢步，爱跳慢步，什么也不知道，什么叫慢步？哎呀，还是到底是面包还是馒头？我请问你们各位谁知道？哎，哪会儿咿呀嘿，还哪会儿咿呀嘿？啊，请问你们各位谁知道？哎呦，恰恰恰啊呜，看到没有？您是乱接一通。哎，您不是要来地方小调吗？哪里来？因为您行啊。哎，开玩笑。哎呦喂，我的大姐耶！大姐做事嘛里八干。我的乖乖个隆的咚，你韭菜炒大葱咚当。哎呦，扬州小调。这一口气来了好几个。是啊，我也考考你。哎呀，你光是您听我唱了，广东的行吗？给您来个广东。哎呦呵，大王唔食辣椒醬啊，春夏菜炒豬腸啊，好食啊！哎呦，这个要鼓勵一下，这一定是廣東大戲啊！它的里面的內容大概是講關雲長過五關斬六將。那完全錯了，大王不吃這個愛吃炒辣椒醬，大王唔食辣椒醬，大王不吃辣椒醬。後面呢？春夏菜啦，炒豬腸，什麼意思？豆芽炒豬腸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這又是芳芳的絕活。是，我以為是關雲長出來了。我看這樣，來我們本土上來說呢，我們這個可以說是這個。一個非常融合的一個大家庭，這也好，從本土這範圍就稍微縮小。對呀，那我們想來建議幾首動聽的客家歌曲。哎呦，客家歌曲像你就很慚愧了。哎呀，號稱九官鳥。是。但是呢，常常被您說我不學無術。哎，聽說今天您還什麼請到了2位老師級的。我特別請2位老師來教你唱客家歌。客家的文化其來有自可以說是非常有文化、有背景的，源遠流長。因為我念書的時候在客家莊裡面，對，足住了3年，對，住在客家朋友的家裡面。只是那個時候在外面這個住宿嘛，還是住的也是在客家人家的。對呀，在那兒搭伙食。所以他們連吃的、連睡的，我都是了若指掌。那我們要請這2位客家美女出場之前呢，我們還要用客家歌曲把他們引出來。客家歌，你要逮到機會，好好跟他們請教一下，要好好學，說不定還可以娶一房客家媳婦回去。哎呀，這2位都是上之選，先唱歌他們就出來了。聽起來是好像玉女紅心。那當然了，老師強調。梅安江，西梅安江，山歌個牡丹花，漂亮個身材，甜甜個笑容，色彩對人香。上台的姊妹又後生，愛愛唔會長。歡迎陳雲杰、石秋美。哎呦！西梅安江，西梅安江，秋秋個一枝花。怎麼改？啪啪個牙齒，縫縫個嘴唇，木珠也會講話。哎呦，罕見哦！標準個身材，甜甜個笑容，色彩也定異鄉。風花也來插，西梅安江愛馬莎，來山個斯文又後生，愛愛無會長。
欢迎欢迎太难得了。池秋美小姐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对不起，刚才我们的位置好像弄反了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刚才本来排练的时候，你池秋美应该站我这边。哦，你喜欢个儿高的是吧？对对对，这么是安怎？你想想，你家己手都袂进，咪就剩个电话转来甲我看，那这么什么意思？你调工讲的哦，头到你甲我摆着讲，你调工要甲我看咱呢。两个斗阵遮久，那发生代志早都一定发生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袂触电啦，哈。哦，一箍我真介意，较早。啊，较早你嘛讲你介意我啊？终于啊，你大家拢介意啥呢？那是20年前的事情。你说好就冇了哈。 20年以后的爱中冇中意，爱中冇爱说的，按不偏哦。分别跟大家问候一下，来。哪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非常高兴呢，这一次我们的跟池秋美第一次同台。哦，你们是第一次，第一次，第一次，真的，对，很开心。很高兴。哎，该池秋美跟大家问候了。哎，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大家久违了，真的好久不见了，谢谢。这个池秋美小姐她的歌声也是这个很难得、很特殊。对，很特殊。那像什么《烽火儿女情》啊，那很早了。哦，她也出道很久了。那个10多年的歌曲。真的啊？对，池小姐的歌《小风帆》。小风帆。哎呀，想当年我在新马。 不得了，您这首歌哈！又见炊烟，快乐的洋哈，哪有这样子啊？最近又不得了，这个宣扬客家文化。对呀，还跟我们这个秘书长还一起灌入了这个客家歌曲。那我们圈内有很多客家朋友，我们刚刚唱那首歌是罗世凤哎，罗氏啊，凤姑啊，哎，我叫罗典故。罗典故，典故是什么意思？是好像神经。没有，那个只是一种口头语了，其实没什么呀哈。还是没什么的。像啊，凤姑就客家人一般人就啊嘛个姑嘛个姑嘛个妹呀，啊嘛个妹呀，是啊什么呀嘛。哦。男生就叫做姑啦啊，后面就会加个姑，女生就会加个妹。那天我们看了个秘书长夫人，那首歌怎么唱的？可不可以给我们唱唱看？好，老师请，谢谢。 头发快快，结发那里红。哎，客家我怎么会唱到这个歌曲？客家本色。你跟老师有对过吗？我有对过啊，我对过。杨老师，你按是做唔得的，按照你按样就做唔得了，害死你呐，害死你呐！我们刚刚唱的是《桃花开》。这桃花开啊，因为池秋美要唱的。 过台湾无半点钱，3万大兵江山港片，傲江出自己10年，不是埋怨。世世代代就安样劝欠传家，200-300年无改变。 有年，哎呦，按住先。客家本色。奇怪，你就不跟着唱一下？啊，没有，我都会还会唱最后一句。不是，永远，永远，就永远，永远，永远，永远。我想听他唱蛮好听的。里面的歌词我有研究过，他真的是这个把这个客家文化里面的客家朋友的这个精神、民族的精神有唱在里面。 呼吁说，所有的客家人都是要继续把这种精神继续言传下去。对，不要忘记这个客家人的本色。对呀，我以前我讲我念书的时候在俺在龙潭呐，龙潭呐，因为我那时候住的地方刚好那个都是跟长辈住在一起，所以讲话不会像你们那么甜美，对不对？俺在龙潭呐，读书那种3年。讲这么夸张？龙潭读书3年了，俺在龙潭读书3年了。 那你看，像你，如果你这样讲这个话怎么讲？那我在爱到龙潭读书3年，你看就是不一样了。所以那时候我住的地方刚好大概那个老板也没有牙齿吧，爱在龙潭。但你就讲那样子啊，所以我就以为讲客家话就要这样子，还有的时候还讲爱在龙潭。爱在龙潭读书3年。非洲和尚，爱在龙潭读书。 3年，哎呀，真是的，
还好，怪不得这个客家啊，这个是绝不能跟飞哥学。所以您今天可能请了2位专家，就是叫你真的是要好好跟2位讨教一下。不敢当，不不好意思敢当。，这个机会难得啊，我是想到哪就问到哪，好好嗨增加见闻嘛。嗨这个脚怎么说啊？叫啊，脚啊。脚哎，那这个脚踝呢？脚踝啊，哎，这脚踝，脚踝。脚这个脚踝我们就不知道，这个好像没讲过膝盖这个叫七头，七头这样你就知道七头了膝客家盖话没有脚踝，没有脚踝，他赶紧这个脚踝摸脚，这个叫什么？七条，叫七头啊，啦七条啊。七头，七条，那么再上来一点，这哪里个大腿呢？抬腿，太腳太腿，太腿，腿了，腳腿啊太腳腿啦抬，脚腿哦，。太脚腿啊。太你怎么讲？哎，你你们哎不要，不是他骗我奇怪，矮的两弹三，矮的不是弹过抬腿呀？没有他费现在讲的，他举例的好怪，都很少我们在讲的这种。所以他就问那个厉害。哎，我这个有的时候对不对？要问问嘛。对啊万一到了客家庄，这个哪儿不舒服，说摔一跤或者上个药啊。哪里那就讲脚就好，脚就够了。你刚好摔到这个地方，我曾经去过客家庄，哎，一句都不通，这是相当困难。那很那大家通通清一色讲客家话，就是问的仔细一点。哦，对，再往上一点，啊这个哪里小腹怎么讲？啊！腹部怎么讲？我拎，摸我们只有讲肚子有肚啦，子就摸，肚子啊。哎，只有讲肚子，没有讲小腹的啦那这个这个。肾呢怎么讲？爷味啊，爷味，爷味啊，嘿，油啊腰的油味意思爷味嘿，啊，这个油味这问的太琐碎。头发叫什么？啊，头拿毛，哦，头拿毛。哦，这个毛呢？眉毛。梦梦米迷毛，毛，什么？梦米毛，蒙米毛啊？我们2个还不一样的。这还有梦迷毛啊，啦，蒙米毛。梦米毛啦，两旁都是3年，我没听过眉毛，我才真没没听过。梦眉毛有梦迷毛，摸米毛，摸米毛啊那还要再继续问。啊，这个眼睛毛呢？睫毛。木竹毛，木七毛啦木，七毛啊，木七毛啦哎，呦，咦，这个鼻毛呢？屁股毛，披孔毛啊。老师讲的很奇怪的，对呀，你这问大方一点的地你方好不好？问的比较特殊，你又问这个嘛哎？呀，吃的，吃的，对，教我们一些吃的。啊哈，你说到时候想买什么这个啊，对，好比较方便一点，那这个把香蕉、公仔哦，香蕉，香蕉、嗯香蕉，嗯那芭乐呢？现在芭乐那卫生纸呢？卫生纸，薄薄的卫生纸呢？哎对他说啊，卫生纸泡泡，哎呦，卫生纸泡泡，卫生纸泡泡。哎，神位啊！挨彈過衛生紙啊，嗯挨身都冇彈過衛生紙泡泡啊，挨頂我用彈。你现在讲卫生纸薄薄，卫生纸泡泡，那怎么讲呢？啊？薄薄叫泡泡，泡泡啊，哎呦，真是的，这个问了半天啊，这个真的要常常学。你看，对呀哎，不是多会一样语言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对呀，尤其到了客家庄的话啊，对对有些对年长的人他不会说国语啊，对呀用客家话很快就可以那对个。那个叫什么？哎，姜丝炒猪肠啊，竹虫炒公司，竹筒。因为你这个就刚好适合龙潭那边的，因为你猪肠吃的会粘在牙齿嘛。猪肠，这是不错了。那么难得这个机会，我想刚刚池秋美小姐就唱了一首哎那个非常有意义的歌。您给我们唱的就不能唱这，要唱山歌。哦，这一般的平板的，那如果三个字我就比较不会唱了。山歌子还分还有三国字啊。真的有分对，的。现在我唱这个比较简单的，就三个的平板。我们来听听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清唱哈。哦，等一下。哎，当不必当了，啊，不用，不要当了。安求就望我是来到了你房内，不知哦，就你呀梦啊，是才是好地方啊。安多就骗我有啊，大家就安详下嘞，两条我就人哦亲啊，
冲水安怎冲啊？哎，好啊！哎呀，哎，看到没有？我刚刚是加上那个锣鼓的声音在里面，你唱的就是深度不一样。你像那个呱呱他们每次唱的永远都是，杂茶爱杂两三片呀。这叫三个字。哎，对，但是后面很难3唱，歌后面很难唱，那一定要很高，要调原来他们唱的都是最简单的部分的。那您的山歌有没有研究？我记得我的老祖母啊，她教了我唱，很小很小的时候教我唱的哈。海水没有盐怎么那么咸？甘蔗没有糖怎么那么甜？哎，很能唱，很能唱啊！听听看，听听看。海水无盐用安下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买的用台，我痛，烦耶！是。对不对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躲开，躲开。走开了。你不要再出那个声音。海水无盐用安下，无甘蔗，无糖用安甜美。这属于三个字。好哎，你刚刚那个是平板，平板，他这是三歌。三个，哎，那三个。我们也要合唱一首啊。以前我们乐队老师弹那个，就比较属于客家的那种歌曲。那个老师教我唱过一首歌。哎呦，听你飞行，你好好学，我好好学，学一下，学一下。你这个会像他们？我这个不知道是三歌还是平板，不要太难的，要简单的。我唱唱看，你看是平板还是？两支甘蔗片片葱，的哪支开有汤？两个什么片片酱？的哪位请客葱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平板还是？这属于比较怎么样？有点情歌的味道。哎，分成三种。三个彩唱那个对唱那种情歌。我们刚刚唱的那你要好好学。两只甘蔗一样长，叫평평虫。평평虫。你不知哪只比较有汤？哦，哎，知叫汤，哎，哪两位小姐一样漂亮？哎，不知哪位情比较长？哦，这个 melody 你有办法学吗？可以。哦。两只甘蔗，两支啦。两支啦。两支甘蔗，평啊평葱，的哪在卡有汤？哎，两只什么평酱？在哪在卡有汤？有汤，奇怪，你要看一看大字报，别乱唱。你哪一支比较有汤？哪一支有汤啊？他讲情的长哎，男的是情比较长，哪位比较有汤？怪怪的。在都唱出来了。的哪位请客唱？哎，这不行，这个费劲这样唱下去，唱都唱错了。这就是嘛，你这个意思整个搞反了。慢慢学，慢慢学。那你还有没有什么山歌要贡献给我们的？山歌很多啊，就是说像山歌好多种啊，像有时候那种对唱的，然后男女对唱的，什么唱跟插底等那种嘛。刚刚老师对，结果我们唱错的。对，我们来对唱一首山歌。这个很简单，这个是桃花开的。第一句怎么唱？你先教我一下。第一句。桃花开。会了。爱的龙潭。龙潭咩得滚啦？老师加油！对唱的。桃花开来菊花那里放，阿哥相会在哪里飘？夜来暧昧鸳鸯哪里真？夜来暧昧上下哪里放？妹啊妹，心来曖昧叫人哪里放啊？哎呦哎！桃花开来，菊花哪里放？阿妹哪里有伞哪里红？吹风筝有鸳鸯哪里真？木上针有上啊哪里冲？哥啊哥，玉点章有救命哪里风啊对哟？妹啊妹，
月亮在那姑娘那里风啊的哟。看到没有？就算我们是临阵磨枪啊，我们这两个也不简单啊。说到这里，我想大家都是歌星嘛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是歌星嘛。爱的两盘冲果啊！我们大家来合唱一个大家听得懂的歌吧。最简单的喽。费玉清来选通俗一点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个菜茶果，哎呦，最茶够通俗了这个。什么你了？哦，这个来。嘿。天空啊，落水哦，阿妹啊。来到草木，来到hàng水边，hàng水那长又长，不会在个水中游来游去。天空啊，落水啊，阿妹啊，到草木来到水边，hàng水那长又长，不会在个水中游来游去。谢谢二位，谢谢给我们带来这么谢谢动听的客家歌曲的民谣啊，也谢谢大家的欣赏。安子生，哎，是我们有喊林亮山来两弹，总爱唱哇！掌声鼓励，谢谢他们两位。谢谢。